携着四方相思，正在一去，宁有不去往。小人岂管是曾相思，这是你小姐你做本剧，有时候你比得上你哟。不仅兵家此去他来。
红娘子呀，你今晚给与小生为娃不好么？张先生。红娘子，小姐她也来听见，不知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张先生。你可要小心地